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话故事，台北北投。嗨，王阿姐。嗨，乐乐。王阿姐，你敢是去买菜？是啊，我今仔日去北投的山顶运动，遐有人咧卖菜，我就买一挂。啊，对啊，乐乐，互你骗一个特别的。这个味有淡薄仔臭臭。王阿姐，这粒臭卵敢袂使食？会使哦，乐乐。不过这毋是臭卵，这是用硫磺温泉煮的温泉卵，算是北投的名产哦。哦，足特别的呢。王阿姐，北投伫倒啊？北投伫台北市的上北边，伊伫大屯火山群的范围内底。地热温泉特别多，上出名的景点叫做地热谷，遐三不五时有烟甲硫磺味哦。哦，硫磺味，敢是甲这粒臭卵同款臭臭？乐乐，无遐咸啦，也毋过伫北投，因为硫磺的烟，有一个真特别的传说故事哦。真久以前。卡达格兰族来到北投，因定发现山谷内底会打蒙雾。恁看，烟飘过来啊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烟雾啊？哦，闻起来阁臭险呢，有影比山顶的屎阁较恐怖。那是恐怖尔，这烟过一直雾出来，到底是要雾到当时啊？听讲，部落内底顶间有人经过山谷，拄好有烟飘过来，伊想要灭，袂赴，回去了后身体无爽快，倒伫眠床顶足久的。啊！敢讲这个烟内底有毒？有毒？安尼是要安怎？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这个互人三无长的烟，尤其人身体无爽快的时阵，上高乌白香。有一天，庄仔头阁因为烟雾发生大代志。害啊啦！害啊啦！哎呦，你走遮紧，说入跋落山骹哦！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庄仔头阁有人身体无爽快啊！哎呦，你豆豆啊讲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对啊，到底是啥人无爽快？是大伯。哎呦，你有影比山顶的高山啊阁较高放风呢？大伯是咱加达格兰族勇士内底的勇士，伊一个人就拍过10只山猪，比白走了还阁较紧呢。大伯绝对袂无爽快。我是讲正经的，今日早起，大伯带阮入山拍山猪，伊找到袂少山猪的路线，佮甲我讲暗时要带规个部落的人做伙行山猪。忽然间，山谷佮呛烟啊！大伯走了去，一下都互烟炸掉了。我甲其他的人想要干招，但是安怎做都做无。后来咧？后来我听到烟内底传来一声哀叫，不过迄叫声伤恐怖啊！阮大家拢唔敢过去。你这个鸟仔蛋！比头啊，更较无大鸟仔蛋！恁莫叫是讲家己有偌勇敢，若是恁听到大伯的叫声，恁就知影。哈，大伯！拜托咧，大伯比水牛较勇，哪有可能？我对日头就抓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迄阵一阵山风吹过，甲烟雾吹散去啊！阮就发现大伯倒伫涂骹，阮雄雄公公走过去，但是大伯的面，伊的面啊白死散，一点仔拢无成影响。伊甲我看咧，我。阿伟，你莫用这款眼神甲我看啦！真恐怖呢！恁若看到大伯迄个时阵的模样，都知影我的眼神比脆弱搁较温柔啊。阿歪讲的话，互大家听甲入迷，但是阁无法度完全相信，想袂到这个烟雾会当互族里的勇士这么惊吓。阿歪，你紧讲，然后咧？对啊，然后咧？哎呦，你一直甲我吵，我当然袂记得安怎讲啊。啊无你到底要讲无啦？
逐摆看我懵懵表表有讲，伊伫山谷内底发现一只大山猪，伊捉山猪捉到冲入来，想袂到来到这山谷的时阵，雄雄即阵烟雾过来，逐摆啥拢唔惊，伊冲入去烟内底，感觉味真奇怪，伊紧开向前行，走入去就看到一个奇怪的查某人，穿从来无看过的衫，头顶戴真奇怪的帽啊，看到逐摆，佮对伊笑笑。对伊笑笑，这恐怖的呢！逐摆讲伊有早经验，但是迄个查某人敢若完全袂惊伊，摕石头一直捋，喙脓啊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。石头安尼互伊哪捋哪念，竟然雾烟出来，烟雾愈来愈大。伊总算知影是安怎山谷内底规工会有臭臭的烟。是安怎啊？吼吼，山猪拢比你较巧呢。你敢无注意，就是迄个查某人念的咒嘛？对，逐摆嘛讲，迄个查某人一定是咧念咒作怪。查某人就绿石头，那是安尼毋都是？那安尼毋就是红姨？逐摆讲煞，人都昏去啊！头毛爱我赶紧找人去甲治疗。恁看，连比水牛较勇的逐摆嘛拢互红姨拍倒去，啊，咱即马是要安怎才好？原住民听讲有红姨伫遮，大家拢惊到要死，就甲这个所在叫做八斗。八斗就是红姨的意思，因为因认为遮雾的烟是红姨念咒绿石头的关系。八斗用台语读是北斗，最后读咧，遮就互人读做是北斗。北斗这个地号名就是安尼来的。哦，红姨的传说足神奇的呢。是啊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若是来北投，要是会当看到地热谷雾烟出来，露露，是毋是改成红姨咧做法啦？毋过北投上出名的，阁有温泉哦，真侪人介意来北投浸温泉，尤其伫寒啦。浸一下北投温泉，增加血路循环，就袂脚寒手寒哦。哦，北投温泉足够的呢。露露，到北投，唔通袂记得甲爸爸妈妈去地热谷看卖，真正一定有烟雾哦。王阿姐，地热谷伫倒啊？地热谷伫北投温泉公园的边啊，是北投温泉的源头之一。因为遐一直有硫磺的烟雾，除了有红姨的传说，嘛会互人想到恐怖的地狱，所以地热谷佮互人叫做地狱谷，也是鬼湖。那安尼，伫地热谷，敢真正会当煮卵来食，但是遮臭，我真正唔敢食。露露免烦恼，即阵已经无人伫地热谷煮卵啊啦，因为大家为着保护温泉的水质，嘛为着保护游客安全，莫因为煮卵落落去地热谷内底，已经禁止伫遮煮卵啊。这个卵是伫其他所在煮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多谢王阿姐甲我讲北投红姨的传说故事，我足想要去地热谷看卖的。小朋友，若是你嘛有去地热谷佚佗，也是去北投浸温泉，欢迎写批来录录批箱，甲我分享哦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